哇！真係知己知己，百戰百勝啊！咁啊，潘幸慧咧同教練商量之後咧，跟住佢，然之後爆佢，戰術成功。咁啊，咦嗱，其實咧就賽後訪問當然最好啦，但係訪問800米完咗運動員咧，真係幾殘忍，上氣不接下氣。好啦，咁啊睇翻女子甲組嘅情況啦，咁啊呢個比賽咧就應該係拔萃先啊陳以琪嘅天下啦，因為佢嘅能力咧就應該係可以喺2分鐘20秒之下嘅，而其他嘅選手咧同佢有一個幾大嘅距離嘅。係，哇！2分20秒之下都一個幾強勁嘅成績喎。係啦，咁或者係講一講參賽嘅其他選手啦。咁啊，除咗佢之外，喺排第2位咧就英中學嘅李玉瑩啊。係。至於第3號運動員、4號運動員啦，分別嚟自西島嘅就係Jones 啦，同埋咧就 Michelle Young 嘅。係啊，咁仲有嘉樂聖心書院嘅陳曉欣啦，拔萃先嘅凌文詩啦，同埋英皇火箭在校嘅 Eva Low。8號運動員呢係嘉諾撒聖心嘅吳瑞林，9號運動員係馬利諾修院嘅何卓瑩，咁啊仲有德望嘅蘇津慧、聖瑪加利嘅張令儀，咁啊最後咧就香港培正中學嘅黃子欣。咁而家見到陳以琪咧就離場嚟啦，因為目前呢學界女子甲組啊，即係呢個項目嘅紀錄保持者咧就係佢自己啦，係去年做出嘅2分17秒41。咁而喺今年咧，佢簽亦都攞冠軍啊，係顯示嘅狀態係非常之好嘅。係啦。啊呢一場啊，李 Sir， 我留意到嗱，陳以琪咧1號運動員當然個身形好 fit 啦，跑呢個800，但係2號運動員李玉瑩咧望落去咧，顯緊中學呢個咧，甚至可能兼一啲田項好大隻，我覺得佢係咁，因為女子嘅學界咧，始終都係一個普及嘅階段啦，咁所以啲同學咧就未必話經過好專業嘅訓練啊。咁啊，所以個體型啊，各方面咧都唔會話要求得太高。冇錯係。咁啊，只要佢係喺呢方面嘅速度耐力啊，係譬如話游水運動員啦，係跑咗800米，亦都係相當好嘅。係。3項鐵人咧就更加係啦。因為中學嚟講，我哋鼓吹咧就係通才教育啊。譬如話喺運動咧，佢樣樣都玩下，咁啊發掘一個潛能就可以係遲啲嚇。咁啊，翻嚟正路啦。咁佢嘅目標當然係想再破紀錄啦。見佢跑得都好輕鬆啊，非常之漂亮嘅跑姿。咁但係800米如果一個人衝緊終點咧，想逼自己攞個好成績咧，其實都係靠自己嘅意志啊，係相當困難嘅。咁啊睇下時間啦。咁啊，僅超越咗啊2分17秒81。咁啊，佢自己都數得唔開心啊。係爭少少。咁啊，同佢自己嗰個保持紀錄咧，仲爭咗就0.4秒啊。都已經好成績啦！頭先你話2分20樓下，佢跑到個2分17.81。係。咁啊，至於中士咧，就來自西島校嘅選手咧，就係最深尾係趕上嚟獲得第2名嘅。哇！今日呢一場嘅女子800米決賽嘅 A 級賽事咧，可以講真係完全啊，陳以琪咧一個咧由頭帶到尾嘅。咁啊，究竟有咩秘訣啊？或者佢自己對呢個成績嘅感覺係點咧？咁當然我哋有同事喺現場咧，立即會同佢傾下呢方面嘅問題啦。